最近咧，內地好多樓市咧，即係我哋報道咧嚇，嗰啲跌嘅幅度啊，好驚人。驚人到係咩程度咧？就係買落去嘅120幾萬嘅樓咧，竟然可以得翻個零頭，冇咗前面嗰個數字，即係跌咗80%。嗱，當然啦，呢啲係以前炒過龍嘅現象，但係而家咁樣跌法咧，就係因為供過於求。嗱，中國嘅呢個統計部咧嚇，統計處應該係19號公布咗最新嘅呢個人口數據，中國嘅出生人口咧只係792萬，而死亡人口有1164萬。你諗下啦，死嘅人仲多過生嘅人，而且仲有咁多人失蹤。嗱，失蹤唔計啦嚇，失蹤都要住㗎係嘛？好啦，死嘅人多過生嘅人，人口亦都加速老化，呢個係一孩政策造成嘅一個惡果嚟嘅。好啦，加上經濟不景，個個啊〜自己聽日嗰餐都未必有着落，點會諗生仔啊？所以咧，人口係迅速咁萎縮嘅。當人口萎縮，就唔需要咁多樓噶啦。